咱大家做伙唱啊！一人一人，天天早下熟悉定，拼命叫叫话做声，就是一个。好是好事，你来听，心就好是静。这要互咱大家做伙来唱，咱大家会晓唱的，唱较大声的吼。在天，世间有我，为行为顺命生命，来来多端，人生起起落开始是咱了。我心着爱看好看，将老健康心边。向改变，爱我，你爱无休留念，看我过，这健康。故乡那高满大山，险恶那心在谁西门，你的花。哎呀，要万家人。因为咱讲在平时过程当中，咱会经过心路历程，咱应该真正会当利用时间来去提升，来去体验做个好处，做个奥妙。然后来说，咱若过来心中嘛，过来再听道理，其实听道理听无毋对，但是咱爱回转来咱的心妇，该改的咱就爱改。该无好诶，咱就爱做好，迄才是重点诶。咱有当毋是干那要听道理尔，转去爱会晓去用。
若无听就听，你若无改变的话，人毋通听讲，你去听运动，听不来10档，脾气毛病嘛拢无改变，你当然会咱笑咧，无采咱咧食菜咧，无采咱咧修行咧。所以我感觉讲，咱是不能听道理。虽然讲师讲的足济，但是你若听到一句，咱你着受用无穷。像我感觉较早起运动咧听道理，讲师拢甲咱讲，你翁仔某若要好好，厝若要平安，伊若大声，你着细声；伊若细声，你着无声。若说家庭口无圆满，家庭口会吵吵闹闹，无可能嘛。人家讲钱无两个袂添嘛，你着放较加咧，较加咧。有当时人伊若较有智慧的，当时有咧改变咧。无较早我若讲一句，伊买2、3句。即摆我讲一句，伊即摆拢无声。你有改变无？有啊。最后祝各位亲大家身体健康，法力充满着方便感恩。这个慈悲先到冲，分到冲，咱这也是相当好。恭请无前慈悲先到冲，分到冲，千万。千人午安。